中选会将宣布国民党24位立委罢免案成立，要伫咧7月2日投票。早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，会全力来协助各地联防。下晡见到内发起人赵少康，伊嘛举办800支反恶霸团结大会哦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也专工上北来收听，伊嘛批评民进党是莫阁继续来做政治斗争。 日下晡4点外，台北人生会馆广场客满阿爷支持者，这场由建道南发起人赵少康举行的800支反恶霸团结大会，号召阿爷民众伫7月2日一定要出门投罢免案的无同意票。去头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监督才有力，监督才有力。 这摆800支11位立委罢免案成立，在其中的立委大书报这期全国超过15万份联署所2届联署人甲1届登记人是定达，不过检调就是商标唔办。临时故犯，而且是挑战公权力。那我们看中选会现在怎么样？什么动作都没有，要有动作，要一视同仁，不可以双标，检调也不可以双标。 大书报批评罗总统的团结国家10讲就是大罢免大出场，引起民主内战。特别上报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批评民进党治国无方，大罢免伊虽然是配角，不过要跳出来呼吁民众投反对票。希望大家7月26号一定要出来反罢免，您的一票可以导正赖清德，您的一票不同意，可以让民进党缩手。 不要再搞政治斗争。而现在起参加活动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全力协助党内同志，透过科学联防来对抗。最重要靠区域联防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民进党有中央无限的资源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团结。那团结除了个别立委以外，一定要做区域的团结。 目前全台24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立，党主席朱立伦发声，呼吁联防爱团结800支中部到桃竹苗，过来扩大到全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